兰阳劳动镇嘅北城社区，因为送咗行人睇下只嘅开垦，故所有很多行人上。社区嘅入口有一只大石头，下面行人上3只字哦。睇行人上地背有一间60米传堂，头家陈国忠祖先系藏族行人，而退伍过后实体推动慈善系得6年，里面被初到照顾不平嘅阿妹，能回到故乡而来。为初到老师也可以传堂，特别的是传堂地背嘅食材，单单如系伊能自家屋背后嘅菜园出产嘅，太多数嘅文化也都还系陈国忠自家做嘅。伊讲如果姜人草有过为油盐，其实真唔想做嘅，如系开传堂，真想做嘅系推动环保艺术同文化。也因为安尼，也10年来有200香港脱体数起来冇做嘅。唔过更加以深度嘅评分点，也深度嘅自家，睇一間傳統地背同有緣嘅人客分享伊嘅美食以外，也分享伊嘅生活哲學。不当让中共建筑发展，台东冲突表内日中的好了。行业嘅政府政府從引導咗協調擺，也會係為產業欄勞動界之間古早味傳統。漂亮！他居然可以把它弄得这么好吃真的很棒遇上菜，影下出娃娃館見香。我们忘了把另外一个味带来，真的吗？來到呢，唔是會去點菜，因為根本就冇菜單。調價為找因素勞動會嘅搶菜稿子，設計冇扣用嘅菜色。影下出綜藝享受，當出好了出現的面條切，跟住下嘅醬皮。好可愛哦！小麥椒，手工香腸。那个红旗是我们自己做的，那个是咸猪肉吗？那个是红旗烧腊，对。哦，你自己豆豉，感觉真的很好。老板很用心的经营每一道菜，然后口感也真的是我们在，除了这个地方以外，还没有吃到这么，很清新，然后也很窝心的那种感觉。不知道对不对，但我挖掘这10几年下来。我真的是做对了一件事情，没让我们来会心。这个东西，这个你要吃的东西，让我们来会心啊！你们就是在那边静静的期待下一道的那个整个菜色的表现，这样子，我真的做到了。玻璃菜乾沙拉、金座餅落番薯板、炒燒脆卵、豆脆布燉排骨湯，簡單嘅食材，精緻嘅擺盤，老突出菜都轉做係藝術創作強項。全國中很巧妙嘅，讓宜蘭菜鐵社區文化融入當中。比如說有無尾港的彩繪石頭椅啊，那個二姐珍珠社區的稻草啊，二姐的手工紙啊，一個書畫家賴棟才的字籤呢，不知道造成那麼大的回響，後來也影響到餐廳，整個文化藝術又提升了。家當年那個路梅個，還有兩隻嘅衝頭幹。菜脯撈聰明詞，也是唔係看正嘅哦，也要做下係調價自家做嘅食材，行到川湯後背，可能發現一特別嘅素材。按那個日調下，換了網絡講中，全國中第2日份冷台嘅傳染度，仲嚟10個種嘅搶菜，年內影響10多個餐點，差唔多都係對列落嘅。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堆肥木屑，后来泡给我糖。这个是我们那个一些木屑的堆肥，它经过那个差不多4个月的发酵，啊，现在就好像那个培养土一样。哇，你现在你看，这个土本来都是硬的，现在经过我们这样的那个改良，现在土都是松的，你看。
土地干净的，一些昆虫蚯蚓那个鸡母虫都来了，好多虫。可是那些虫有时候是好的。昨天来一只天牛，那一天来了一个那个萤火虫，哇，我看了都很高兴。这个生态就变成这样子，好多那个鸟的声音好多虫，哇，这样好开心。全国种坚持唔用农药，用最自然嘅方式培育青菜，对环境友善，自然未得到最好的回报。大家种的东西都要快速成长，那个成长没有办法跟大自然的相结合，会产生那个分离。你看，像这样我们吸收这么多的阳光，阳光就是能量啊。当你那个用化学肥料的时候，它长得很快，可是它接受的阳光的时间不够久。所以它吃的口感、纤维还有存放的时间，都不及我们现在种的有机的栽培。不过，真正为做有机，唔係咁簡單。或者说我花姐说有机栽培真的很辛苦，可是很辛苦就是值得。那个吃到嘴巴，还有呢，跟客人互动，还有在播种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喜悦就是这样，播种分享哇，这个我花姐这个开心农场原来是在这边。虽然辛苦，全国种撒入自家嘅日头扎好，种下去草出来，因为又不用除草剂，就这样子跟草在战斗。但是我花姐这也是一个过程你跟草在对抗草如果长比较慢，我们人就懒惰起来了。这个草长快是正常的。哎，这边一颗。你看，这已经都差不多过熟了。所以它品种就是这个大小。没有，有的比较大的，有一些比较大的。好像在寻宝哦。对啊，这宝藏都在这边。莫講你填出看唔出來，也係生草大農嘅素材，竟然可能三時做冇可能品種嘅豐富。我刚好土地刚好有够一些那个层面，我就直接把它倒在那边除以杂草，哇，后来长了这么一片南瓜，这个都是野生南瓜的，自己长的啊，我那个除以把它倒到这边还有南瓜苗、南瓜种子所以现在都跟草混在一起了。对啊，现在草木共生唔係條條種嘅，你哋繞山黃鋪咪變做生態循環嘅最好見證。吃當地，用在地，節能減碳。原來種菜就是做環保，現在那個又更開心了。我一生就是要推展環保文化的推動者，現在又讓我種到這個那個蔬菜，我真的是內心那個高興，真的是哇！欲罷不能这样。他们是从栽植一直到培育，然后生产，然后他们自己研发，真的是很让我们很感动对他们很用心在做这个经营这家餐厅，所以让我们感觉我们吃了不只是喂饱了，连心灵也满了。我们卖的是一个信任而已，没有有机认证，其实他们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有机认证，信任。就係呢個菜除咗送到川湯料理，師傅啲廠做啲講係冷，上呢就咁彈，全國種香港家菜都係年年講食材。用大自然的光，还有晚上那个接露水那个能量，月亮的光，我发觉光真的代表是一个希望跟一个能量。全國種講到練母豬都啲介紹，梗係一種發自內心純情嘅滿足和快樂。唔過本人錯驚嘅係，全國種講其實佢唔好開傳統，係那講操那個環境老人群。人多的時候，我跑得更遠；有小孩的時候，我跑得更遠，因為我最怕碰到油煙，還有吵鬧聲。團個後到區上生活了6年，幫妹為咗照顧病老健嘅阿妹，將轉到宜蘭，利用屋下6分鐵空間，開了一間傳統。遇到很多困難，因為我們是從外行的踏進來，對
啊，那时候做的时候是真的很辛苦，几乎把自己的老本一直往里面一直投。其实开餐厅不是我最想要的？我最喜欢就是做环保、文化跟艺术。所以10年来，全国中见老几家上涨，见啲嘅钱片分，美术上嘅风气。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，你10年来学到那么多的东西了，你应该把它集中在一个地方。后来有将近半年的时间，一直找说我到底要放在哪边，结果我还是放在餐厅里面。我把所有我学到的环保、文化、艺术放在美食的这边。后来我那个心情就开了。除安样做村堂，唔过系一件痛苦的事情。其实我一直都在散发一些无形的东西。什么叫无形？无形比较难捉摸，就是内心啊、心灵啊、感动的事情。那有形的话，就是温饱就可以了。其实唔但尝试菜系自家种嘅，除了食盘嘅加拉火都系假作品。从系两张上到从系菠萝面包嘅背个，和整建筑一号成为哪一类拗。之前全国中利用村堂空间，强东先生来开办高考，村堂除唔但像系村堂，还能系主张英文艺术嘅复习题。全国中嘅会议全改良时候嘅。我就喜欢像这样的比较不工整的、不规则的。有一点那个裂裂的感觉，好像有点大自然的那个干裂、龟裂的感觉，有点沧桑了。但是我就会对这个东西特别有那个触摸的感觉，像那个线条好像一个水流这样的。因为我对土特别有强烈的感觉。比如说我今天踩到泥土，哇，特别高兴；今天去那个田里面挖土，哇，特别高兴；今天坐下来做土，做得最久，我发觉这个是我要，应该是我要的。详细观察，其实村堂度本来都系艺术，快睇嘅灯头作为始祖，每个树标儿变做植物架，嚟到都系全国中嘅再生艺术。废弃的东西再把它应用再生，再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，我发觉这个有一些内在的层次。我们讲再生艺术。本期的新生命从重新解决，也系再生艺术可贵的素材。全国中希望对两影响未做的感受为多。他想要做餐厅是把一些理念，而且他觉得说，我们这边餐厅会来这里的客人，其实都是其实是很好的客人，他都什么都能接受。其实有些都是追随我们差不多10年的客人。之前我是不喜欢做餐厅，后来就把它接受做餐厅，现在我又不是在做餐厅，我发觉我不是在做餐厅，我是在做一个让人家感动的事业，让人家有办法带一些东西回去。我发觉这个事业可以做长长久久。公寮會係村堂，和唔同公寮會係全國中實現自我、推動環保、藝術和文化嘅議題。決定現世界十字路口唔定為行內向，而家想法改變，全國中深度歷史家，加嚟兩隻素材，加嚟美食，佢總係當上老大家朋友分享嘅理念和快樂，係啦希望做得為環境帶來一道正面嘅改變。